嚟曼谷必買睡衣。今次嚟泰國之前咧，做功課先發現原來呢幾年咧泰國嘅睡衣係咁 hit 嘅喎。咁呢條片咧就一次過推薦3間睡衣嘅品牌，自用啦或者係做手信都好啱。第一間 Sleep to Sleep， 全部睡衣咧都係100% 純棉嘅，透氣啦又親膚，着起上嚟咧真係好舒服啊！佢哋有一個好正嘅內衣自由理念，胸前嘅袋咧都特別加厚咗3至5層，咁女仔喺屋企着咧都唔會尷尬。設計可愛又夢幻，款式好多啊！咁尺寸咧由細碼啦到加大碼都有嘅。第二間 Sleeping Cloud， 材質係100% Lyocell， 冰冰涼涼咁，柔軟又滑捋捋，最啱啲驚熱嘅人啦。圖案咧係行 colourful 嘅路線嘅，好多花啊笑面咁樣。尺寸咧由 free size 啦同埋 plus size， 而且材質咧係可持續物料，都幾環保嘅。行完呢2間之後咧，喺 Siam Paragon 附近咧咁啱見到 Cuddly Dreams 嘅限定 pop up store， 雖然名氣冇前2間咁大，但係絲質嘅涼感睡衣咧一樣都係好柔軟好舒服，款式咧就唔算多，但係都幾襟睇嘅。一共有3個 size， 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呢一套同埋呢一套。Cuddly Dreams 嘅 pop up 咧會到1月20號，咁呢一段時間嚟到 Siam Paragon 嘅朋友就可以一次過行晒3間啦，雙手帶上3間品牌嘅地址。之後我仲會分享2026年曼谷可以去邊度行街，有興趣嘅話記得 follow 我啦。